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就會分享關於基督苦難主日。以前我哋就係專用係聖枝主日，咁今日我哋主要都係提過福音，咁都係耶穌進城啦嚇，咁就進耶路撒冷城啦。咁就喺福音裏邊，其中強調咧，就話耶穌騎着驢駒進耶路撒冷，眾門徒為了所見過的一切奇能，都歡欣的大聲頌揚天主說：奉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，應受讚美讚頌，和平在天上，光榮於高天。咁就係進城嗰時，嗰啲宗徒，全部啲宗徒大批嘅宗徒係咁樣去讚揚天主咯嚇。咁就係啦。咁我哋而家就讀咗個福音先，咁就今日就係路加福音啦。咁那時候，耶穌領頭前行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及至係臨近貝特法勒同埋伯達尼，在一座名叫橄欖山嗰度咧，耶穌就派遣兩個門徒，話：你哋往對面嘅村莊去，一進入村莊就會看見一匹住着嘅驢駒，從來沒有人騎過，把它解開牽離。如果有人問你哋話，你哋點解解開佢呢？你哋就話主要用它。咁耶穌就派呢兩個門徒去揾個驢駒俾耶穌騎咯。咁就一陣再解釋點解係驢駒嚇。咁就咁被派遣嘅人就去咗啦。所遇見嘅，正如對佢哋所說過嘅一樣，佢哋正係解開嗰個驢駒嘅時候，驢駒嘅主人就對佢哋話：你哋點解解開呢個驢駒呢？佢哋就話：主要用它。咁佢哋於是就把驢駒牽到耶穌嘅面前，把佢哋嘅外衣搭喺驢駒上，扶耶穌騎上去。前行嗰時，啲人就把自己嘅外衣鋪喺路上。咁點解擺外衣鋪喺路上呢？對係表示大嘅尊敬咯嚇。當耶穌臨近橄欖山嘅下坡嘅時候，眾門徒為咗所見過嘅一切奇能，都歡欣嘅咁大聲頌揚天主話：奉上主之名而來嘅君王，應受讚頌，和平在天上，光榮於高天。咁呢度咧就叫耶穌做君王咯嚇，奉上主嘅名而嚟嘅君王嚇，天父派遣基督嚟啦嚇。咁應受讚頌，和平在天上，光榮於高天。
咁就變咗啲中途咧，啲門徒咧就係咁樣，即係陪住耶穌入城，入耶路撒冷城，咁都讚揚佢嘅，讚揚天主。咁即係見過耶穌做過嘅嘢，咁佢哋就因咁而即係重新發出呢個讚揚咯。咁就人群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話：師傅，責斥你的門徒吧。耶穌回答咁話：我告訴你們，這些人若緘默不語，石頭也就要喊叫啦。咁呢度係咩意思？即係話應係讚揚嘅。如果啲門徒冇讚揚咧，啲石頭都要出聲。即係呢個讚揚係啱嘅，喺呢個時候做嘅都係啱嘅。咁所以法利賽人覺得唔係幾妥當，但係耶穌肯定係妥當嘅，即係咁咯。咁就變咗耶穌係咁樣進城，咁啲人就即係聖枝又橄欖枝啦，咁就變咗佢咁樣進城。咁變咗今次我咧就主要係講強調聖枝主日，一陣我會解釋個含義咯。咁就係啦，咁就係基督苦難主日啊，咁又係叫聖枝主日，就係4月13號嘅。咁耶穌就騎着驢駒進耶路撒冷城。咁而家咧就我哋要留意點解特別揾個驢駒咧？咁呢個好重要嘅，佢騎呢個驢駒入城個意思個含義好重要嘅。咁就係咩咧？咁就咁佢入城嗰時，啲眾門一陣先再解釋驢駒嗰度啦。咁眾門徒為見過嘅一切奇能，都係歡欣大聲咁頌揚天主說。呢度我係重複福音嗰度嘅強調啦。奉上主之名而來嘅君王，應受讚頌，和平在天上，光榮於高天。咁耶穌又進城，又話佢係君王，咁嚟去讚揚佢嘅。咁但係呢個君王係點樣嘅咧？咁就耶穌入城咧，唔係騎住戰馬進城嘅，唔係騎住戰馬。如果騎住戰馬咧，咁又完全唔同嘅意思㗎喇。咁如果係戰馬咧，咁就係話耶穌打勝仗，而呢個進城係表示佢打勝仗。咁係打勝咩仗咧？就係即係軍事嘅勝利咯。咁耶穌而家唔係話以表示軍事嘅勝利，但係表示另外一個勝利嘅。咁嗰個勝利係咩勝利咧？佢係要表示戰勝死亡與罪惡啊！佢戰勝嘅係死亡同罪惡，咁達至復活嘅突破，即係咁嘅含義。即係唔係打勝軍事性嘅仗，即係唔係，係戰勝死亡同埋罪惡。咁呢個含義就好重要嘅。咁就變咗
喺呢度咧，咁耶穌就係謙卑呢個驢駒咧，係一個好謙卑嘅嘅馬嘅駒嚟嘅，就唔係好大象嘅戰馬嗰類，咁係謙卑，所以由謙卑進城，但同時係要帶出會有個勝利喺度嘅，即係咁就係咁變咗我哋由呢個聖之主日咧，就進入去聖週啦，聖週期，咁就由呢個主日開始進入聖週期，咁所以叫基督苦難主日啊。咁進入聖週期係乜嘢咧？就會星期四，我哋會睇返星期四個最後晚餐啊，同埋今次會睇即係若望福音啦啊，咁就係佢幫啲門徒洗腳，咁然後星期五咧就會係講耶穌嘅苦難同埋死亡咯，佢受苦同死亡。咁星期六晚咧就係復活嘅突破，帶出復活嘅突破，即係咁聖週就會係咁。我哋呢3日都會同大家分享當日嘅福音嘅，咁就變咗即係我哋聖之主日之後，記得係進入聖週期啊！咁我哋要好好咁守呢個聖週期啊！耶穌最後晚餐受苦同死亡，然後最後個復活嘅突破，復活嘅勝利。好，大家留意同埋好好咁參與啦。好，主佑大家。